老师，大概有哪一些会使来示范一下？一般吼，8点钟内底，就是肾气配啦吼，冤家相骂啦。这个时阵你要相信我，嘿，你若受过早，都有可能哦。1、2、3，我讲你要创啥，啊你就把它塞落。好，机会，预备起。你要创啥？啊，你甲应出应记啊！你是都讲怎？爱讲道理啊，是都上大啊！无啦，我甲你讲叫你啦。洗节我，啊你讲无道理哦。你看我的手啊，哎呦，有够可怜啊，富贵手。洗节我有富贵手，你听啊，你大小姐呢哦。好啦妈，我走好不？你走。节目，公司台语台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台语我上赞。